来，这个乌鱼子即摆正咧大出，婚林区议会安排老师教乡亲做乌鱼子的料理，有这个乌鱼子的法国小胖、乌鱼子的鸡汤、乌鱼子的沙拉啦等等，每一味拢真奇卡、真好食。婚林区议会举办今年度的渔村企业推广教育计划，透过家政班安排丰富多元的课程。总欢喜的，阮食到有够欢喜的，想讲哦，毋捌食到这个乌鱼子这种的做法，哦，等于一定要想要家己做来食呢。这摆料理甲乌鱼子放入去浓汤的做法，大家拢真学老。用乌鱼子做的浓汤，唔但创新，咸甜的口感嘛，互大家拢真介意。我是用乌鱼子的这个咸鲜味，来去提这个浓汤的一个味道。因为我们浓汤的话就很浓的那个奶油的味道，那其实放进去的话，它其实这个味道就非常好。即马食乌鱼子当着时，嘛欢迎大家做伙来婚林沿海做伙食上鲜的乌鱼子。